对啊。丽莎，真的。丽莎，小妹，不走，家，不走，小妹家。丽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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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丽莎。你若穿安尼啦，你即摆是咧做苦力哦？啊，你毋是甲要刷做伙，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你若要甲差来落票？我对不起多少？如果是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啦？要杀人嘞！多少伊讲迄对，伊说伊毋是一个好人。当作是我若是听伊的话，都被我骗到玲珑死。嘛因为我的拖累，害多少个狗屎倒打。意思是，你两个无斗阵哦？伊自头姊妹就是要骗我的钱，我即摆无钱，哪有可能会操我？我本来是想要甲杀死了，甲你才来自杀，结果我连杀人的勇气都无，我真做无路用。既然你两个无做伙，你想拢无爱转来？你敢知影家上逐工对你安尼心心念念？伊就是讲，你若活到几啊足好诶，是讲是毋是有一天你会抱一个孙转来叫伊阿嬷？啊，你即摆干嘛离我外口安尼做孤立？我爱转去哦。我是要哪转去？我哪有迄个面通转去啊？一家话是讲啥民主啦？有啥问题大家做伙解决唔就好？你都转来嘛？我都要去岛上甲我家嫂。我若转去，敢若会互卡上愈伤心，我岛上愈受气，所以我袂当转去。你不爱转心，好，那我来卡上讲，叫伊来找你。你别讲，你若是讲，我即马马上离开这个所在。我看卡上逐工在想你，我哪可能无互伊知影啦？我无想要互卡上看到我即马变甲这样凉薄，所以我拜托你莫讲，我即马咧食苦，是为着我过去放荡上错。总一天我一定会出头天，到那个时阵我一定会等伊，甲岛上要卡上陪做。好，我莫甲因讲。啊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你绝对袂离开这。你要互我找到你，好无？小敏，你甲李明德是兄妹啊？伊毋是李明德，伊叫做李明华。丽莎，你无想要回去无要紧，我袂甲你逼。
也毋过，你送我来倒好无？咱嫌妹仔足久无做伙好好讲话安尼。你啥到啊？三头，到底好好考回去啦。好，我就送你到这倒好。拢已经到门口啊呢，你是安排入去哦？甲杜三要卡上讲，这钱是你赚的。啊，你甲钱拢互我，你是要食啥啦？我会定定去甲你看，你毋通阁走去哦。袂啦，我袂啦。好，你紧入去。豆嫂，卡嫂，我甲大细声是要创啥啦？我今日有较忝，来甲我斗扫啦。哦，我进来。好好好。好。是你看啥？无啦。家己做未来哦，拢牵拖对这两个老者来。搬就搬，讲较济。好啦，有先食饭再来搬啦，无菜拢冷去啊。我顶下伫地路啊，看到一个人就是你送的。伫倒位看到的？啊，你有叫伊名看卖无？无等就真正是恁二嫂。后来我有看到伊的面啦，敢是现在共款，毋是你送啊。啊，今日若是我真正拄着你送，我要安怎做啊？当然嘛是甲带转来。你甲我转来！我不准你的八号子踏入家门查无。伊若转来哦，我甲笃笃的等落你家。讲较歹若是咱后生，你大概讲这种话是啥物意思？即摆秀敏若转来啊，较苏明华若转来，咱就一家团圆，安尼敢毋好？伊若转来换我出去，你是要去倒啦？免你管。
爬上伊的头前。我不知要讲啥，时间亲像彼班无情的夜车。我煞来偷偷望看，挥泪的青春的我，怎又不知半项？请原谅我一直无你这，无伫你的心里替你担，怎样当初要离开？啥物拢无听，放你一人伤心孤单，伫这。是怎样的心情？多少？多少？是我对不起。是我上爱迄个人，慢慢将等待变成你的生活。想袂到面顶的就是秀敏兄哥啊！嘿啦，后摆叫伊明华。啊，原来哦，就是一个阿舍囝，无怪豆腐警啊无地。遐尼济家伙拢咱摆了了，要想要开哈？哼，你也着讲，迄毋是叫就是表啦。啊，你无听因小妹咧讲，迄个啥美煞来哦？哼，我看一定叫迄个查某吼，设美英健，甲创空啊。明华这个小公主啊吼，即摆毋着落魄甲智商歪歪啊！好啦，莫阁讲啊。明华嘛有讲啊，伊即摆咧食苦，就是为着过期放东伫赎罪。是啊，人毋是圣人啊，免有可能袂做毋着代志啊。既然真心忏悔啊，过去代志就莫甲提起啊。啊。明华，大概是啉酒在讲酒话，你莫艰苦。我是一个罪人，去互因骗受，嘛是应该。啊，你今仔这笔家己有啥物路用？做互别人看啊！我相信你做会到，你会成功。多谢你。啊，你赶紧回去，较免小等互怪着，讲有生话。好啊，你也保重。还有煎鱼啊，足芳的呢。你以前毋是无爱食鱼啊，惊臭臭。换一个口味啊，而且像好也爱食。是讲米雪毋知会晓煮食袂？敢会晓煎肉荠啦，互恁日常食？好啦。老仔，好啦，老仔，医生，老仔，小敏，你今仔哪才走？来，我叫卡上替你做便当。你有甲卡上讲你拄着我？无啦，我无甲讲啦，免紧张啦。我听人叫卡上煎肉荠，
我想讲恁足久无食，一定足想要食。我真正足思念卡上真的肉食，我连面梦拢会忘掉。那安尼你就回来啊，安尼大家拢有通食。小敏，高早。老早，来。小敏，这便当要我啊？毋是啦，是要有青红兄的啦。我咧。啊，大嫂毋是大家拢会替你传便当？你的便当伫咧食啦，摕去啊，食什么醋，拢欠你呢。阿叔多谢。我先来去啊哈。来，今日坐去啊。歹势呢，大家往恁卡上遮尔无闲啊，一定替我甲恁卡上说多谢，请以后莫阁准备啊，伫尾头尾食物件足方便的。好啦好啦。小敏，啊你的车咧？哦，我伫咧下面啊，我想讲送一个便当尔，是要落去啊。你著家己的三轮车等下遐，阮才要对过贼头，连报警报了了，我来去看。哦。你看卖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明华，原来你伫遮哦，阮四个咧找你咧。哦，真香呢！你母真够煮食哦。阮阿嫂煮的嘛足好食啊。多谢。明华，歹势，这种怀念的滋味，想要到我今仔日还阁食会着。你若想你阿母，现在我回去啊。爸母是会老的，你若想要友好，我量早。是啊，亲像阿爸、大兄、二兄，忽然间人就无去啊。我想要搁甲因讲两句仔话，也无机会啊。我嘛足想要回去，不过我若是想到我是一个了尾仔囝，我就无迄个面子。爸母疼囝像长流水，是无时停的啊。不管你有犯什么错，我相信恁爸母一定会。明华。好未啊？对，安尼无看情况啊，无对你做伙转来啊？青红兄有代志要处理啊。哎呀，最近那代志遐尔啊多啊，无甲你讲你无影啥？唔知，伊无讲。文帅，啊，你这是啥？小敏，小敏，来，便当。多谢。这里的。多谢。啊，你今日要去倒位卖报？我最近哦，拢伫海边啊遐几个渔村做生意，我今日是讲载一寡鱼包啊，去佚佗迄边山骹。
所以天我了紧，要量早回来。我知影。秀敏，歹势啊，拢是你算唔好，害你即马这么辛苦。你莫安尼讲啦，我看你即摆伫咧码头，才会过来拍拼，我就足欢喜啊。好啦，进去无伊。啊，较细个。这个哦。TV 翻录音呢？你昨暝是一领雨衣，雨衣咧，你若唔穿哦，摕来借我穿啦。你随便哦，我家己拢唔甘穿啊，佮叫你穿。唔甘穿，唔甘穿，你要来创啥？哦，我知，你要学秀美的对不对？是我安怎？哎，你咧介意啊？问出我的单恋爱，问出我的单恋爱，问出我的单恋爱，哦，问出我的单恋爱，莫阁耍啊啦！工课唔工课，够耍，都袂输囝共款的。哇，像遐，你搁讲我秘密哦？莫讲咯，莫讲，袂咁讲笑。到底谁插下？这下面两个灌来啊！是啊，吵啥闹闹管一个。哪个安尼啊？我恁大啊，等去食个你。我知啊，以后我会注意啊。哦，你这样啊？讲话对鼻孔出来有这样唱秋？咱一个后生啊，前几工啊，咱这中风住院啊，听讲真严重啊，就可能无法回来啊。哇，啊那这个人就是咱的大头家，我不管你行到了3到6间歹称称，哼，使讲吓死鬼！伊风评不是真好，大家以后较注意的。好啦，紧跋波的，等我下班啦。哎，张伟啊，你最近是安怎啦？啊，一个人走去地点啊就咧，福伯啊找你，你也拢无爱去，你到底是咧米福伯啊米什么意思呀？行，做伙来去洗身躯。别话。啊，青花有看恁做伙转来无啊？无咧，你敢知影伊去倒？我唔知。张伟啊，快乐地点啊，伊最近拢去伫遐啦。